道通天地，觀天之道。大家好，余師傅你好。Amy 你好。嗱，風水輪流轉啦，每年咧嗰啲玄空飛星咧嘅吉星咧同空星咧都會飛到唔同嘅方位嘅，所以每一年咧我哋都要咧幫我哋嘅家居咧風水重新咧佈局一次啊！咁今集余師傅又靠你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玄空飛星究竟流年飛星飛到去邊啲方位啦。咁啊講翻即係玄空飛星啦，其實就有9粒星啦。咁啊好多時咧都有唔同嘅屬性㗎，咁啊代表住唔同嘅事物啦。好多時大家都會問啊，今年啲吉星飛咗去邊啊，空星又飛咗去邊咁樣。但係往往好多時咧都會忽略咗咧，究竟中宮嗰粒星咧係邊粒星咧，或者佢有啲咩嘅影響㗎？其實咧嗰個影響可以包括咗一個世界局勢啊，同埋即係一個家居嘅整體嘅風水嘅，就例如乙巳年咁樣啦，我哋大家都記得啦，咁就係呢個二黑入中啊嘛，咁二黑咧亦都係一個坤卦，所以咧就同女性咧非常之有關係喎。冇錯啦，嗱咁啊蛇年嘅時候我哋講咧，二入中宮，坤為女性啊嘛，咁咧就話市面上無論政治經濟啊方方面面社會咧，都係女性主導咗正面負面嘅新聞啦。咁綜觀咧乙巳蛇年咧，社會上女人咧真係當權啦。日本女首相啦，連諾貝爾和平獎咧都係女性攞獎咯。咁其實就係話玄空飛星嗰個入中嘅星咧，佢係會控制咗呢啲咁嘅大趨勢嘅嘢，可以值得參考嘅。至於丙午年咧，就係呢個18啦，水星入中啦咁樣，咁佢整體嘅影響又係如何咧？嗱，18入中咧，水星係代表變化啦。不過我哋成日都強調咧，變化係個過程啦，吉凶係個結果。變有可以向上講嘅，亦都可以向下講。咁一入中碰個九咧，一係水，九係火，叫水火。即係九運嗰個九啦，個運星。九運個九，水火既濟。咁但係我哋睇個後天嘅落書咧，帶九理一啦，水火，其實就係先天八卦嘅乾坤。咁九一又叫做合十啦，合十相對穩定。咁乾坤先天乾坤係父母，説卦傳裏邊叫做天地定位啊嘛，咁本來一個好好嘅配合，但係水同火合咧，但係始終佢個性質亦都有水克火嗰個咁嘅概念啦。所以喺飛星嘅理解咧，佢就係先吉而後凶嘅，先合而後有呢個相克嘅作用。咁九子咧亦都係代表其中一個我哋成日都講叫做幸福指數啦，代表咩咧？姻緣嫁娶、添丁生育呢啲咁嘅喜慶嘢，桃花感情，生 B 咁樣。咁但係有個一嚟咧就有變化，合而變化，先合後散，即係話容有感情嘅變化啦。如果婚姻嘅變化啦，甚至係生育咧有喜咧，都仲要相對係要安穩安定，小心又容易有產難嘅意外發生，相對會容易咗咯。咁嗱，18佢本身嗰粒星嘅性質咧，當然佢可以係好嘅方面啦，但佢都有壞嘅方面，都可以代表啲盜賊啊嗰啲嘅。係18本身咧就好奇怪，佢水變化，佢群好嘅咧就係群益啦，群衰嘅咧就群壞喎，所以睇佢碰咩星嚟，碰個九子係吉星喎，但係如果一本身嚟講咧，喺風水玄空嘅理論咧，佢本身一咧係水咧，喺古代講嘅都係汪洋。係咩啊？大道，江湖中人喎，江湖都係水部啊嘛，係咪？咁咧亦都係代表盜賊嘅，咁所以咧佢會容易咧嗱，但係呢個咧因為咧正常嘅大盜大賊咧你就容易觀察同埋監察啦。咁但係如果佢裝扮成一個善良嘅人，佢合咗個九咁而係做賊咧，咁呢啲係咩咧？詐騙啊！而家好多網上詐騙啊呢啲咁咧，所以今年咧嗰個詐騙咧係特別啲猖獗或者咩，其實有關當局應該要加強呢個監管啊，同埋呢個執法管控啦咁樣。嗱咁乙巳年即係我哋即係坤呢個坤二黑星啦，咁坤卦就女性主導啦。咁即係而家18啦，咁又如何咧？係啦，嗱二黑就女性，咁就應驗咗啦。我個人嘅理解啦。咁呢個丙午馬年咧就係一入中宮，一係中男，唔一定係中年男人喎，後生仔都係噶嘛嚇咁樣。咁咧就佢市面上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咧，以男性咧去主導咗個新聞版面啦。咁但係18亦都係驛馬遠行，咁出外，所以咧寓意今年咧好多青少年啊、後生或者男性咧喺海外咧揚名，或者相反。
敗譽、敗名譽，甚至咧市面上容易出現一啲男性嘅所謂桃花劫啦、敗名譽啦，無論政治好、經濟好、娛樂圈好，咩容易出到呢啲咁嘅分辨啊、姻緣啊，甚至損譽嘅問題。當然亦都可以係揚名攞獎啊咁樣，兩極吉凶就睇個結果啦。咁100入中碰個九紫星咧，具體現象會可能係呢啲啦。嗱，整體現象就係咁樣啦。咁如果真係套入去家居風水嘅時候，雖然喺中宮位置咧，我哋好多好難用嘅喺家居，咁但係可能真係有啲人，譬如佢係做生意或者做物流之類咁樣，能唔能夠喺中宮利用呢一個100星咧？係嗱。咁我哋講一入中宮控制咗整個現象咧，就係呢個係講個時空嘅問題啦。咁風水特別講嗰個方位啦，九宮啊嘛嚇，九宮飛星。咁啊佢入咗中宮，首先好似 Amy 你講啦，第一佢唔喺個行門，唔會喐動佢；第二唔會喺個你唔會坐喺個中宮或者瞓喺個中宮啦。咁長時間就唔可以同佢打交道。咁但係某啲行業需要。譬如驛馬星嘅，譬如你講嘅物流啦、旅遊啦，甚至係你想經常要去海外差旅嘅咧，咁咧就或者出外去表演啊，去做乜嘢啊？接job 即係 job 啦，就係接工作啦咁樣啦。咁啊喺個中宮裏邊催旺個100嘅驛馬星咧，亦都得到一個正面嘅效果。點樣催旺咧？唔可能坐喺度瞓喺度長時間，亦都唔可能喺個中宮度走嚟走去噶嘛。利用一啲家電啦、家居電器啊、物品，譬如水柱啦。空氣清新機啦，長時間開動佢，代替我哋。即使你唔喺呢個位置，呢啲儀器家居嘅物品咧，就幫我哋動起個100嘅水星驛馬，咁啊加強嗰個驛馬星動，出外遠行啊有利啊咁樣咯。係，不過始終呢粒星佢個性質咧，都要睇下佢配咗你原局個星係點，所以都要小心啲去處理。因為都睇你個間屋本身個流年門口好風水咧，其實帶嚟好嘅效果。如果門口嗰啲災星是非麻煩星，你動起個1咧，反為帶嚟個負面嘅變動，咁啊要睇情況去實施啦。咁啊，真係要睇多啲我哋啲風水節目啦，咁啊先知道咧，你成間屋究竟你原個方位咧係如何嘅。好啦，咁啊今集咧嘅時間差唔多，大家唔好奇怪咧，明明仲有9粒星講咗1粒星啫喎，因為我哋都要賣個關子嘅。咁啊，想知道更加多，當然繼續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喜歡我哋嘅節目，可以分享出去，同埋多啲留言嘅。咁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